世界万航台，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那么，咱看到病毒到目前为止，看起来还佫来势汹汹，全世界拢咧惊中国。到底病毒何时休？变种脱逃变主流，中国雄雄啊，互病毒共存全地球，是毋是会佫来传染新一个？那么春节过年要安怎过？咱来听专家来说明白。首先，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是咱防疫專家何美香何老師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咁第二位是咱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嘅研究所教授陳秀熙陳教授。朋友好，大家好。咁第三位是咱金健康總經理洪素卿。朋友好，大家好。那麼首先啊，咱就來關心講要過年啊，吼，春秋10幾天。那麼大家就真驚呀，講哦，大雄你是毋是轉來？哦，看起來咱全世界大家哦，攏啊得了真濟，尤其最近啊，要轉來台灣哦，講哦，這個陽性的比例哦，最懸到35%。大雄哦，攏提前哦來放假轉來啦，有1/3啦。今仔日的這個本土這個病例有24649人的確診，上新的入境的這個旅客。來體檢陽性率是25%，現主是因為中國疫情啊，鬧熱滾滾，影響到大商的這個工廠啊，包括就江蘇的這個昆山啊、甲吳江啊，已經有員工啊100%攏丟掉，攏去了，那可不以種啦，提早會休過年啦。另外，因為着應用着中國嘅開放國門來解封，所以啊，這擺啊，咱中國人。入境台灣的旅客，攏愛佇機場做這個喙瘾的這個 PCR。頭一天陽性率講啊，夾3成左右啊。有專家攏建議講，愛擴大來做這個基因定序。你聽到這已經是頭昏昏、腦頓頓，到底嚴重無嚴重？先來看清楚。最近中國防疫為清零轉向全面開放，新冠確診人數一直衝懸，也衝擊台商大本營、江蘇省、昆山甲吳江，有的公司員工用要全部檢疫，只好讓員工提前放假，回去厝過年。不過，要台商超前部署，工廠生產線暫時無受影響。有很多人染疫，但是生產線還繼續，因為還可以上班，也可以藥物治療，就對員工好一點，他們就會為公司效力了。因為中國要在1月7日邊境大解封，各國攏嚴陣以待。台灣這個月也要求所有中國入境旅客愛做喙瘾 PCR 採檢，檢測變異株的情形。第一天陽性率將近3成。有專家認為，目前中國北邊主要流行病毒株是 BF.7， 南邊是 BA.5.2。BF.7 佫是 BA.5 的分支，台灣已經 BA.5 為主流的第3波疫情，所以對社區威脅較低。反對團應該防範後面上升起來 Omicron 亞型變異株 XBB.1.5， 免疫逃脫的能力更加強。XBB.1.5 幾乎是在所有那個最新的變異株裡面那不管說是傳播力。那不管說是那個對人類細胞的親和力，目前都是最強的。醫師強調，美國研究發現 XBB.1.5 每禮拜有110%的增長優勢，相當一個感染者馬上感染另外2個人。甲 BQ.1 比起來是雙倍傳播能力，再呼籲符合資格民眾趕緊去做次世代疫苗，來提升保護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觀眾朋友哦，你先莫着驚，你聽到什麼 SBB 啦，什麼有誒無誒吼，東西2這邊，今日專家吼3位攏有甲你講清楚。啊，事實上啦，咱首先來看就是講，中國嘅這個疫情啊，是安怎全世界各國攏驚甲？咱來看者，哦，伊講哦，美國、印度、西班牙、法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以色列、卡達、南韓哦，講你48點鐘愛完成哦體檢。吼，而且證明講你陰性，而且還佫有完全禁止的，譬如講北韓啦，這個摩洛哥啦，吼，佫也未表態的是德國啊、印尼啦、新加坡、泰國。咱台灣呢？咱台灣是講哦，嘛是愛做體檢。老師，我先簡單問一下，
到底这个中国这个疫情，是危险还是无危险？一句话无危险。对咱无危险，我应该问得清楚是。对咱无危险。99.9%以上的比例无危险。咱是安怎？这个一点点啊，这个比例是安怎？咱会搁咧想讲，这唔知是安怎？因为中国无互咱资料，伊较侪人确诊，但是咱唔知影是啥物病毒。伊到底死偌侪人，重症的人到底是啥物病毒，咱嘛唔知影。顶个月12月时阵的后期差不多上尾一礼拜，伊上传了1000条的迄个基因序列，到那个公共的空间。踮遐甲咱讲80%是BF7，20%。BF7啦，BF7，20%是 BA5.2，所以甲咱讲安尼是爱放心。但是你爱知影，1000条比例几个，因讲有几落亿人的确诊，是一点点啊。咱嘛唔知影讲这1000条是头前较早的，还是最近的。无甲你讲时间点。拢无时间点，咱即阵唔知影啦吼。会当去看，你爱慢慢去看，爱去分析。因安尼团起来是安尼有符合这 WHO 的规定无？这就是 WHO 一直甲伊讲，你爱有资料，你爱有资料。今仔日1月3号，就是 WHO 的这个 technical。毋是个秘书长，甲因是好朋友。毋是，今仔日有一个会要开，就是叫做技术资讯委员对病毒演化的资讯委员要开会，伊有要求中国去报告，甲详细的这个物件摕出来，对，摕出来看。看起来因嘛是敢若有1000尔啦，1000条尔。有是有，但是真少，所以我对我的观点是讲，咱台湾咧做的就是咱入来咱甲看，搁做基因序列分析之后呢，就是做伊无做的代志啦。但是理论上，你莫惊嘛是无要紧。你看人欧洲、欧盟根本就无咧惊，伊讲我啥物都无爱做，因为我惊咧疫情的上头前，我嘛上。所以咱修着2个重点，老师就讲第一，咱就行咧头前的，开放咧头前的，免行喺后面的来。对，就是99.9%以上的这个比例唔免惊。因若有资料，因若有真好的资料，咱就100%唔免惊，对无？因为伊无资料，咱是因为这个无资料。所以是讲你无透明啦。你无资料，你都无做，伊都无做，通通的一个大国这无来做是足奇怪。伊飞弹做甲较济飞机做甲较济。伊这个动作非大安尼。这上重要的对国际这个责任。伊就无爱做。这我来请教就陈老师其实中国安尼做，伊是心内就有数讲我这是不要紧啦，聊聊笑笑啦，放出去就放出去你要爱我就甲你放出去。伊是知，还是讲伊唔知，还是伊慢？咱讲这个北京话叫慢汉我就清清楚楚安尼做。你安怎讲？我感觉伊无可能唔知啦，因为伊一定是知啊，因为过去伊嘛有足侪学术的文章发表，伊哪有可能唔知？中国嘛无讲拢无专家，伊嘛是有。但是我要讲的啊，其实中国伊上严重的问题，甲咱台湾来比，台湾像咱一点仔都袂感觉有危险。伊有两个上重要关键因素啦，一个就是讲咱无论咱的疫苗追加剂拍到70%啦，这就是咱欠过来的结果。这是伊甲咱无共啊，伊的老人拍了无好，这大家拢知。伊的科兴疫苗效果嘛毋是遮尔好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这一点对这个欧米来讲，佫毋是上大的，上大的就是伊的医疗照护能量。其实伊今仔日上爱烦恼的就是伊的医疗照护。其实欧米讲这个病毒就是来乱的。你看，伊就是来乱的啊！伊就是来乱的。其实因为伊有一半的原因，伊若感染过，这何老师嘛讲过，就是讲你有感染过，你若康复，其实伊对社区是有保护啦。伊嘛知影，但是伊袂记你讲，今仔日无疫苗的保护，所以伊的时代若去感染着，伊就爱牺牲。所以这就是伊
去低估到伊的医疗能量，伊无法度嘛。啊，因为伊的时间伤过赶，你看伊11月放，虽放了，马上伊也无抗病毒药物资无够，疫苗佫无做，啊，你当然无可能有啥物作为嘛。所以伊即马对于，所以老师我们才头下讲，伊要突然间放，啊，伊也知影讲伊的能力无够，安尼伊是挑工还是故意的，还是无法度。咱来评论伊的想法来讲，迄是一回事。毋过我来讲，阮即摆看的，阮先讲阮的非政治的立场的想法，就是讲足简单的。你莫想讲今仔日韩国是安尼行到要死，意大利行到要死，大家是安怎？你会记得咱拄仔开始伫38度迄条线，迄拢是飞轮机咧飞的。吼，你会记得按韩国开始，伊朗、意大利，啊，搁迄个加州。所以意大利甲韩国因是行到要死的，因为这个物件是毋是会重蹈2020年的重蹈覆辙，这是大家足惊。所以惊是惊一只，惊一只，而且还有一点，虽然伊无可能讲对其他国家造成更流行了危害，但是莫袂记哩哦。伊若足侪人拢入去迄个国家来讲的时阵，难道欧洲的国家伊的医疗能量拢无限制吗？俄乌战争的人员危机，甲即马冬天的时阵，英国嗰咧罢工，这对因来讲拢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时阵，伊想要做检测人的目的，一个就是讲除了防止基因检测，用基因检测来防止讲万不幸能够发生迄个高欧米伽的变异，但是这几率足低，这几率足低。这几率足低啊！但是第二点，某一种。暗示的是讲，你唔好一声放较侪人出来啊！好，所以我用数字来肯定，头拄何老师讲的，对咱影响足细，因为咱即摆回来台商3万个，其实对咱来讲，咱的中重症即摆死亡拢咧降低，吼，咱的照护能量3% 到5% 的专责医院，ICU 目前来讲是有够的啦，吼，所以我也感觉讲对咱的影响是袂介大。所以大家要听清楚，头一站就是咱免啥伤惊，吼。虽然，但是我要来请教就素卿吼，看起来咱的这个王必胜吼，伊嘛是惊出胆，咱袂使讲胆啦，就是讲真谨慎吼，要开放小三通啦，要创啥嘛真谨慎。啊，这到底尤其我会记吼，甲陈老师吼，差不多2、3礼拜之前，咱就有咧讲吼，咱是毋是甲疫苗吼送互这个？伫大陆的这大商，互因自的再转来。这台湾政府大概咧想啥物？那免惊，像何老师讲的，免惊，还是讲像陈老师讲的，就是会惊，就历史记忆3年前就变安尼，大概变做一个习惯性的动作。因为你总共是一个管理者，你本来就爱设想所有的可能嘛。你免个讲不要紧，无代志。总共伊也讲是这个0.1%。拄好有一个上早伊遮尔济人，遮尔济人同时间拢感染的时阵，有新的病毒会可能出来，咱唔知嘛。就是0.1%，但是0.0.0.1，咱嘛是免家己讲完全无。所以总我是一个管理者，我会甲大家讲，咱嘛是爱小心注意嘛。所以这真代是爱是爱的。所以伊是安那小心注意，就是讲，即摆嘛开始想讲，即摆过年要到啊，咱台商会转来啊，转来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来甲伊机场来做一个喙烂的这个检验啦，然后看讲，你是有感染无？有感染，咱嘛用第一个时间来了解讲，即摆因到底是流行什么病毒嘛？因为就像拄仔何老师讲的嘛，现主是咱嘛毋知到底流行啥，因为第一个你的这个体检，你这有敢有偌济人来做一个？伊即摆有体检，伊即摆体检是针对讲，总讲伊病院啊，有即摆发烧的镜头这人。伊嘛甲咱共款，讲对一寡安养院啊，还是讲这长照中心这人，伊嘛是有咧体检。可是体检毋是体检，伊有阳性无？毋是体检，伊到底我即摆出来到底是倒一只？好，所以咱即样啦，伊也无做，咱只好家己做。所以咱即摆已经做即件代志。即摆考虑是讲，总讲咱已经做即件代志，咱是毋是搁来对这转来大众讲你是毋是就7天照？以前安尼乖乖拢踮厝，还是防疫旅馆安尼，我感觉是免啦。因为讲实在，即马全球嘛无人安尼做，谁那咱搁较免？因为全球的人吼出去的中国人是啥？是因为有的人是
老实讲，敢若你最近有去看咱外国外交部领务局哦，迄人吼。排甲一领过一个，嘿，因为大家拢关足久，拢想要出去耍啊。啊，人讲即马中国有的人是关足久想要出去啥，有的是出去买药啊。所以讲，现在出去甲咱台商转来，我感觉伊的性质无啥共款，所以我感觉咱的危险性佫较低，所以唔免讲伤紧张。可是咱啊，我一直想讲，咱其实是应该为放因紧张，因为因即个时阵放互令吼，实在是真无好的一个时机啦。第一个你是看吼，咱拢知影，咱台湾即摆现在小可欠管，有人讲是因为啊，咱即摆是毋是防疫较灵？其实你讲用免戴喙安出去，每一个人拢大条条，你知吼？大家嘛是惊，迄拢大条条啊。其实呢，因呢拄着天气较寒，本来就是病毒较活跃的时间。第二个，伊风险嘛还未传好，伊加长针啊啥拢还未做好起来，啊伊就放。第三，药啊嘛无传起来，因为我去甲即摆有一寡卖抗病毒药啊，遮药厂吼，甲问看讲有订单啊，其实拢有嘛，伊嘛是咧准备啦吼。可是应该是先准备好才放令啊。可是伊拢无这代志拢还未做好，伊就开始放令，所以即摆咱才想讲到底是啥物情形？所以咱爱替因紧张，咱家己呢就是即摆一步一步。讲实在，咱的自然感染遮尔济啊，啊，伊风险嘛做过安尼啊，啊，真正爱注意的就是讲你。即种厝的有这年岁较大的，还是讲你有这慢性病吼，啊，这个人较注意，啊，其他的人其实就是免伤紧张，家己做好家己应该做的代志。这头前言咱已经解决了吼，就观众朋友大家莫紧张啦。但是啊，佫真好奇啊！我甲制作人啊，阮两个一直咧争啊，讲哦，这什么 BJ1 啦、BA2.7.5 啦，加 XBB 啦、XBB 1.5啦，老师，这吼。讲起来就喙齿就叫要加着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互咱观众朋友哦，小看一个简单一个概念。咱爱知影，即马所有的病毒吼，拢是 Omicron 跟 Omicron 的后裔，吼，所以所有的 Omicron 伊即马，咱知影即个病毒是 RNA 病毒吼，伊即马咧复制吼，伊就是要繁殖的过程用一个酶数，即个酶数毋是真100%。正确，伊会加唔对的物件，所以迄是一点一点的迄落叫做突变点。这个一点一点吼，核酸突变吼，会造成有时会 also 变成那个氨基酸的突变。好，这个是蛋白质内底有一点会无共款，这有无共款的啊，就可能会变成。老师，我甲你翻译做普通话就是讲，这个姓凹的这个家族。对，姓凹的对。姓凹的家族哦，一直凹落去，啊，要凹足侪支的，啊，有的吼加这，有的加这，有的加迄，啊，有的好命的就留落来，有的无好命的就拄啊死去，吼，啊，所以变做真侪分支。对，啊，有的吼，因为伊发生的位拄会当吼，你英国抗体无办法甲伊综合。对啊。吼，啊，伊就变较侪。这个就是伊就好运啦，伊就好运吼，所以咱即摆看的是讲一株就是一款，咱来用这来看，咱就知影讲吼 ，BA2 吼 ，BA4.5 ，BQ1 ，BQ1.1，XBB 啊，这是啥呢？这是五种血清，吼，比如说头前是注3档的，这个第二个，这个是橘色是注4档的，这个是注这个绿色是注4档，但是第4档是 BA5，就是这第2代，咱即马上好的。好，咱即马来看，对 BQ1 的话，吼，你有传染过头前这个顶头这两个，搁较好，伊的抗体搁较悬，吼比这有比注第4档吼是 BA5 的，迄搁较好。但是你看 XBB 根本拢无，伊是10以下哦，伊这是真低的抗体，所以咱就知影讲 XBB 是免疫逃避上济。哦，老师，你搁讲到一个名词啊，叫免疫毒片。免疫毒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拄仔讲的。其实我讲了真侪解，但是观众朋友一直写批来问。就是咱拄仔讲的啊，你这个病毒，你这个突变点，拄因过所有你
注意方式啊，因为传染过迄旧的猪，拢对你无法，拢对你无办法，啊，你就变过，你就上大，因为无办法，人拢无人对付，所以你看 XBB。会当伊就上有，所以唔知头头啊一开始就讲这 XBB 就要变主流啦。啊 BQ.1嘛是差不多，甲伊差不多，吼。咱即摆来看另外一个，中国就是即个 BF7，大家一直咧烦恼。BF7 看起来无比 BQ 搁较厉害，就是即个橘色的即个，吼，其实伊是2倍，所以中国这个 BF7 无虾米重要，所以咱知影讲 BQ 是上重要的。那另外一个是 BA2.75.2，吼，伊这嘛是上低。所以咱会当预期讲未来吼，嘛是会搁一直。对，足侪人惊讲哦，安尼注射注袂完呢。可能是对注射注袂完，但是咱搁倒转来看，所有传染到的确诊的人。99.5，99.5，99.5，拢是没有症状甲轻症。是啊，有未来嘛，应该是差袂遐济，因为这是重症甲死亡是上济是虾米咧决定？是 T 细胞的免疫。咱会当预测说，这个病毒的 T 细胞的免疫拢差不多。拢差不多共款，所以是这个 T 细胞免疫咧保护咱。所以你若有传染过，有做过啥？虽然你会确诊，确诊的，因为这免疫逃避这济，你就变。咱已经有这个啊。但是咱伊就会当传染咱的上呼吸道尔。袂走去遐下。袂走去下面，因为咱要走去下面的时阵，你的 T 细胞免疫就互你叫精神啊，讲来帮忙一下。爱就会甲伊堵住，是，所以咱会当安尼想，就说唔免惊，但是你爱做啥物代志？你嘛是爱健康啊！你若是无健康的人，嘛是有人注三档，注三档用啥？啊，佮传染着先，佮传染着先，啊，佮是啊，歹运的着灵应。你即马传染着嘛无要紧，你传染着啊，佮是重症爱大病院的，迄款人你就爱注意。你若注三档用啥？啊，佮传染着，啊，佮大病院的人，你就大概知影讲，你抗体无啥好，你 T 细胞免疫嘛无啥好的时阵，你家己就爱上注意。未来吼，你就爱注意你的镜头，你就尽快筛，有需要的时阵，紧去找药啊，咱的药啊，即马拢无欠，就甲抗病毒的药啊来食，来甲控制好势。这是上重要的，就是大人囡仔拢爱注意这款代志啦。是，陈老师，哎，他昨下咱也有讲到。对，这个 O 家族啊，这 Omicron 吼，甲以早这 Delta 吼比起来吼，这警察是对，因为吼，即摆疫情啊3年啊，大家也感觉讲，嘿，这3年咱是安怎过啊？是过去啊，惊到要死啊！即摆是安怎？你搁甲阮讲，这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吼啊，到底是安怎厉害？这个病毒，这个方式是安怎来出来？啊，咱应该有啥物认识？对啊，其实这个咱定来拢甲这个时代拢甲讲做欧美共头前甲欧美共后壁啦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就是讲，因为欧美共就是大家嘛了解嘛，因为保菌伊安怎变啦。哦，阮定定讲，阮头拄仔讲，其实你啊安尼，伊是各据山头啦，伫全世界哦。啊，像那各据山头，伊的病毒啦。有这种症状出现的，我感觉伫牛肺病患来讲的时阵吼，比较拢会较轻症化、较安尼啦。吼，所以大家也唔免惊。啊，即摆你看，我头拄仔讲，阮定定拢讲，这足歹记的啊。阮定定拢叫伊 BBQ1号啊，要去欧洲，去欧洲 BBQ， 因为吼，这个伫欧洲即摆是主流60%。哦，你注意看，伊拢有一个地点咧 occupy 60，阮拢甲叫做 BBQ 去。欧洲，因为即摆要出国，我即摆特别强调是出国这点人，你要注意，你去欧洲，你有可能就是钓 BBQ， 钓 BBQ 一下。啊，你头拄仔这 BA.2.75就咧大洋洲、纽西兰甲这个澳洲，哦，这40到50这成长。啊，即摆过来就是 XBB 本来是印度来去甲香港，还去甲这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啊、印尼，吼啊，这是一支啊，另外一支就是即卖 SB1.5去美国，啊美国就是
BQ1 加 BBQ 加 XBB 啊 ，XBB 因这拢调工好的啊 ，XBB 就是咱的印碟 XBB。吼，这拢伊调工好的，因为这拢年轻，包括伊后这个 Omicron 拢有学问的，吼，伊这拢有一个历史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讲，病毒已经来到这，所以因为伊是上呼吸道，他都有讲过，吼，所以每个都去啊，有这个 T 细胞来保护。但是咱唔好袂记哩哦，这是咱讲的，讲你若无其他的，你有免疫缺乏的人，你都要较注意的，吼，你都要较注意的。我讲免疫缺乏就包括这慢性病，啊，个咱的时段，哪这种病啦？这就头拄仔讲的，讲这个人是安怎一定要叫伊去拍疫苗，就是因为伊都无法度甲正常人共款安尼。所以你即马啊，咱即马烦恼的，头拄仔讲的变种病毒有一个烦恼，咱爱注意啊。因为咱普通的治疗是毋是对这个新的BBQ1号啦，吼啊这 XBB 啦，啊这 BQ1，这个这 XBB1.5号，老实讲即马有证据讲可能会较无效。啊，但是你若较拍疫苗，伊可能就镜头就袂遐重，所以这就是即马咱咧研究的，吼啊，所以咱爱注意的就是注意这个脆弱族群安尼尔，啊，其他的其实你毋免，大家真正毋免伤过烦恼啦，吼，所以我若是爱讲一个就是讲，Omicron互人感觉咱的幸福防疫的时间应该爱到啦，嘿，啊，防疫是咧防疫遐个脆弱族群啦。但是你少年人若感染着，咱搁要甲关要甲禁嘛，啊要搁叫伊讲啊，这莫做，遐莫做嘛。其实咱无应该安尼啦。所以讲到这吼，就是一个心态，大家要转变，要有一个新的认法哦。这来请教就肃清哦，3年啊啦，实在吼，你免讲啥物中国因咧白纸革命啦，咱台湾即马吼，咱叫做餐厅革命啦。你若去吼暗时啊，还是咧拜5、拜6、拜日啊，去餐厅看。目睭就拢是人啦，大家吼虽然行伫车路顶头吼喙暗淡，但是去到餐厅就摕起来，大家都黑死命买。这个心态吼，惊也咧惊，一心要死，一心搁要食米。这安怎来纠正？咱安来想，尤其咧两位专家讲啊，这就是无法强嘛吼。啊，因为伊直不断的变，是毋是有这种说法吼？这种较普通的讲法就是讲。因为伊要活落去，所以伊变较无毒，吼，才会当活在咱世间，才咱共存。咱敢会使安尼想？有小可像安尼来，就拄啊老师讲，即摆咱拄着拢是奥密克戎子孙啊嘛，就是因子孙即摆散布咱世界5大洲嘛，啊无共个子孙去无共个所在嘛，啊即个情形有可能就是讲，伊差不多就是甲一个因就是甲一个另外一种稳定的状态啊，吼，啊可是我感觉。你拄啊讲即个情形，我感觉咱会来想即个代志，就是讲有个人讲，嘿啊，啊即摆你就是去餐厅，啊即摆餐厅外歹订，你知哦？我本来想讲进前讲员工吼，你要来买艺嘛吼，啊敲电话4家拢是订无的吼，啊你去只要是有名的，你外口拢排一日，啊你要等足久的。啊，是你就是讲，啊，恁餐厅拢已经安尼啊，啊，你外口现在大家拢喙暗两个代志。第一个代志是因为咱即摆政府就是安尼规定啊，伊甲你讲，你去外口人莫带喙暗，可是你要去 7-11， 啊，搁会倒起来。啊，你外口人免带喙暗，要去捷运站搁调起来。啊，你现在要去餐厅是毋是搁倒起来？啊，倒起来坐落甲囥落来，就是讲，因为政府平行世界。啊，即摆政府就规定是安尼，所以你摕落来摕起来，啊，当时摕落来就放无去啊嘛。所以你会发觉吼，真侪人如果安尼做麻烦的，干脆囥啊。第二个就是习惯，可我感觉我这个习惯老咧嘛是袂歹，是安那？因为即摆咱冬天吼，不只是甲咱这Omicron尔，因为咱拢知影进前讲流感嘛可能来啊吼，啊因这边进前讲什么 RSV 嘛，啊总你喙暗要完全摕落，我感觉天气较好啦，咱再来想这件代志嘛是袂歹啦吼。反正即摆大热，天气遮寒，嘛袂较袂拍骹枪啊，嘛袂过敏，安尼袂歹哟。可是你拄仔讲的是民众的心态，我感觉民众的心态即摆变讲，其实有些神啊啦，所以老师讲追加剂拍了袂歹，其实有一大群人应该拍嘛是无去拍，就是我讲是应该拍，迄群人拍了安那，这是爱做的。我在想我被厝的老大人叫去拍，我要做到啥物时阵，一直拍。这就是大问题。系啊，你知影就是咱感觉应该爱拍这群人吼，伊即摆已经拍较神啊，我较紧张因啦。所以我头一句就是讲病毒何时休啦，就是讲啊，我这写咧咱做袂完呢。啊，事实上吼，咱流感吼，我头做一个小小的统计吼，
阮爹养病也好，阮制作人的团队啊，我甲问有人咧拍流感无呢？恁少年啦。吼，阮少年无影啦，老师，我嘛我会当免费来注射啦。但是这种注射，或者是讲日后，吼，不管你是 BBQ 还是安怎，这个预防针是毋是变做常态化？应该是安尼讲无毋对。哦，所以我一手爱注，我所以有啊，医生就甲本来甲我注文啊，一手要注流感，一手要来注这个 BBQ 的即卖已经有公司咧研发吼，综合性，综合就是一剂就两个拢有啊。哦，所以即卖有人咧研发，这个较方便啊。大家是讲以后新冠爱注2档一年，我看是无啥需要啦。虽然咱知影讲注1档下，伊的抗体大概会当维持6个月。啊，你想啊，1年12个月，当然你注2档。但是咱嘛是会想讲，甲热天的时阵，迄个会落来。啊，你若寒冬天的时阵，你有注的有注，有传染的有传染着，这嘛是即个免疫力会当维持一点时间对，所以比较合理可能，我是感觉我推论应该是1年1档就会使啊。冬天以前就甲流感同款，你无需要2档，但是这就爱搁看啦。那讲什么搁跳出来，中国跳出来一个好新毒的病毒，还是安怎有诶无？迄是我是拄仔讲的迄个机会真少，但是咱即马即个时阵，咱嘛是等伊的疫情行完。这个整个做完了，咱再来确定说咱拢安全啊。所以，但是用另外一个观念来看，信信的人拢讲吼，我信信的人我就讲，Omicron 是新送互咱的礼物，对，互咱甲这个惊赢的这个 pandemic 吼，甲伊终结掉。是正经是安尼，你即阵嘛是还佫Delta的时阵，伊若要对咱好，就规气拢卖来，佫送我一个，我惊咧。伊自然的力，所以我头仔毋知问素卿讲，是毋是讲我因为我要生存落去，所以我变较无法度，敢有即种机制，还是即种讲法？陈老师？是啊，我先回答素卿刚才讲的，我讲的追加剂是3剂追加剂，其实3剂追加剂是要对付 Delta。哦，你要了解，我即摆是咧讲感染。第三剂，咱时间拢爱讲好清楚，因为咱这节目就是台语，虽然台语，但是咱这个时间拢爱对三节是要为向 Delta， 啊 Delta 我头先讲，啊所以今仔日来讲的就是讲，咱的有着Omicron拢无共啊，所以我毋则讲伊来乱的，好，因为咱的疫苗会当保护中重症，对伊原来有效，但是Omicron是毋是感染是遮尔有效？即摆大家拢心内大家拢知影吼，因为你看伊的变种遮尔济，对毋对？吼，所以咱来知影就是讲，所以毋则会讲你今仔个有3价疫苗去改良，后摆去改良。啊，我是感觉安尼啦，因为大家拍到第4剂，当然拢有共款的反应嘛，对毋对？吼，我嘛知，所以阮即摆拢咧讲一个叫做精准双价疫苗，阮无咧讲。阮想要用这个字，就是讲咱回顾流感啦。流感落尾1918年了，敢讲大家拢拍嘛？拄啊开始嘛无嘛？干那囡仔甲老人咧拍嘛？所以讲，头拄何老师讲你少年嘛是对，因为以前你50岁，伊18岁到50岁就无咧拍流感的后，因实证科学都无安尼讲嘛。所以毋则落尾讲啊变做季节性一年拍一遍嘛。吼啊！你即马即个Omicron是毋是会行即条路？就是阮即马咧观察的。那毋是今仔中国的疫情安尼，其实慢慢大家嘛有即个希望，毋则叫做幸福防疫。但是因为伊中国疫情安尼，伊就会注入变数。因为全世界有2个种族，咱上惊一个印度，一个中国，因为伊迄人太济嘛，所以伊小点一下火，咱就惊着啊。因为迄小下毋是像咱毋是像咱安尼灭火的方法是不一样啊。所以我即摆意思是讲，咱毋免讲一直想讲要拍疫苗，要一直拍。但是有一点咱确定。就是你需要拍的人，你都爱去拍，吼，这是无法度的，吼。啊，你若要搁较小心，你无想要感染，暂时要冻半个月、1个月，我嘛毋知有可能啦。你讲双价疫苗会当冻BA.5哦，1个月，哦，让我讲嘛有可能，但是你讲要冻1年，我感觉这较无可能。淡对啊，所以这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你家己爱做拍，但是脆弱族群，这是你一定爱拍，这是你无法度。
这是，所以我唔知讲，你精准疫苗施打的方法，你要出国你要拍无？你若无爱感染，你要拍无？台商回来，那么有一种方式。无啊，当然是照你讲的，你要去欧洲这个山头，这个病毒，要去澳洲这个病毒，啊，咱就爱拍较精准的这个疫苗，即摆疫苗也后代也未出来。是啦，但是咱至少咱台湾已经领先前面，咱至少咱即摆拍的是 BA.5啊，即摆是确定是 BA.5啊，所以已经唔是 BA.1啊。BA.1就是9月，咱算讲啊，你讲 BA.5，你要出国，我嘛出国是会麻烦啦。我讲真诶啦，你若伫国外感染，真正感染啦，我讲真正感染啊，你当然你会当康复嘛，真好啊，但是你会艰苦无？毋是像台湾讲你感染，你会当视讯，然后视讯就要创啥？这是你爱考虑哦，这都是拢政府爱考虑的代志，就是讲你所以唔叫有这种国际保险。国际观光旅游的保险，或者说，这拢咱拢爱考虑，你会当用视讯做无？你嘛无法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艰苦，你就紧转来，紧转来安尼尔嘛。当然你会当出国，你会表示你的免疫力可能真好，你靠法度出国嘛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讲，这个物件大家想好，我会鼓励讲你出国，你就甲双价 BA.5小拍一个，因为你等传好。你台商。你其实台上，我讲，这礼拜其实我认为是黄金周。咱都已经讲好啊，讲安都既然都无法度甲疫苗送过嘛，无要紧。你即马，我问你，即马有一个问题，咱的检疫所拢退场哦。即马民众会问一个问题哦，讲我等下啦，唾液筛检阳性，我要去戴，要搁第一厝的嘛。你其他的人讲，我是密切接触者，我会惊无？当然，我咧讲，你应该无应该搁惊嘛，我所听讲的。你若要等下团圆，你搁叫伊去检疫所，你就幸福感就无去啊。所以咱是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讲，无你拍你就知影，你明明14天以后，恁的人，恁兜有人回来，你就疫苗先拍一个啊，安尼敢袂使？这甲小三通金门嘛是共款，迄阵啊，我来甲讲，无你若要过来，恁金门先甲疫苗拍，无你的防火墙无够强的时候，你要安怎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我认为咱思考的精准的疫苗的打法啦。你若感觉讲你今仔日你感染了，你有免疫力，这是一种感染的保护方法。这两种你会当选一种，不过你厝的若有脆弱族群，你家己爱考虑看嘛。厝的若有讲像头拄我讲的，要出国去转来，搁你台上转来，你考虑看卖，这是我的提议啦。是，咱就来看春节，这所以你看有慢性病连续性处方签的，你就要提前来领药啊，要拍这个 BA.4、BA.5的次世代疫苗的，你处理头拄陈老师讲的，这咱就知。你春节有出国的，你就要先照好。那基本的这个药啊，搁有你若是对外国转来，你就要拍疫苗。你就要止痛啦、解结啦、综合感冒药啦，手啦、洗酷扫啦，唔通凊彩刷动啦、一批啦，这个物件要出国，所以你甲咱讲，这内面以你的经验来看，尤其是咱的急诊，伫过年的时阵大家有休困嘛。嘿，这咱要安怎家己来处理的？有当时救无人的。急诊你过年的时阵，这个大病院嘛是拢真侪人。因进前你去看，差不多因为咱过年拢是天气较寒的时阵，迄当阵大家拢会食真侪物啊，所以急诊差不多就是感冒的啦，迄个食歹巴肚的，搁有一个意外，因为咱迄当阵差要变扫啊、创啥、挂着啥，迄嘛是真侪。一般来讲，迄个时阵，病院的人是较少，是确实的，因为医生嘛爱过年嘛，所以有当时爱关病床啊是啥用较少的人来做，所以咱家己顾好嘛是较好啦。可以我拄老师讲一件代志，我讲真趣味，就是讲其实除了这药，你本来就爱传好了，就是讲台湾即马正讲真侪人，因为关足久啊，要出国过年，你又爱考虑除了药啊之外，你可能咱这个。BA.4、BA.5这等于是次世代疫苗啊可能像老师讲，咱去精准注射嘛，无论延冻偌久，如果冻一个月，同做你出国嘛袂超过一个月嘛，反正时间算好，做好，出个时阵都有保护咱，安尼是较保稳嘛，第二样就是讲，除了时间算好了后，就是
什么人爱做，就是老师拄我讲，遐较危险的人嘛。啊，其他的人，你讲出公叫春节叫咱讲过年莫去移动，莫去活动，莫去集会，啊，要过什么年啦？我佫为着这个拢3档啊，是要安那？就是讲。家己注意家己的健康就好啊！你除非你厝的就是咱拄仔讲咧，遐较危险的人，咱家己爱较注意。啊，不过你是过节就过节啊，差不多应该正常啊啦。就所以3位应该是有共识啊，免遐惊吓吼啊！但是爱大家要注意，爱该注射来去注射。老师，咱若要注一个预防针，要发生着这个保护力，差不多几工进前来算。差不多。大家拢标准的是14天，但是你若有注过射，啊，佮有传染过，可能比14天佫较紧，差不多7天甲14天伊就发生啊。但是我要佫讲一项代志哦，你佫咱佫看一个，因为我不管安怎，我就来看一个。你吼，你注4档，你注4档原数的这个预防针，还是注3档，佫加一个第4档，就是加 BA5的这个。你注这拢不如你注3档了，互 BA2 跟 BA5 传染着，对，差足济呢。所以，等过来讲，老师，你这是这是你遮，这个甲你讲安尼，尤其你若要去欧洲的时阵，我是讲，我无超工讲叫你去超工传染，我毋是安尼讲，我是讲你若已经注3档啊，啊你佫确诊过，吼，真侪人拢安尼啊，你佫确诊过的时阵，你的保护力。其实比你佫第3档，你佫去做1档佫较好。这是 empirical， 这是实证。实证啊，实证，尤其对 BQ 这款的病毒。但是但是你若要对付 XBB， 根本就拢无效啊 ！XBB 拢无效，毋是拢无效，一点仔效尔啦，一点点啊尔。不是拢无好，当然是这边安装。但是没有，安尼即马讲这时，因为这是上重要。要做啊，我做。没有，你若已经注3档，啊，佫传染过啊。咱点的来源就是 BA2 跟 BA5啊，吼，你就其实你就天算之人。对我来说，你已经 home free， 你到家了。以今天这些病毒，你要去做第4档啊？我家己我来袂做。我真根本就无问题，因为我传染过的时阵，我第4天就无病毒啊，我连发烧都无，我连咳嗽都无，我干那流鼻水1天。哦，对不对？你若健康的人，你若是一个健康的人，这拢对你毋是问题，所以你就是爱上重要就是咱爱找另外一个时间来讲，你是安怎会使互你家己一个变个较健康的人？你袂使一天到暗，一天到食甜的物件，或啉酒、抽烟，有诶无诶，安尼你绝对无健康诶啊！对，咱是讲，咱来讲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，你就比较保证你是较健康的人。虽然毋是100%，但是咱若用比例来讲，你来赌注的时候，你嘛是赌讲我健康的生活。你食健康的物件，袂使干那食糖，袂使干那食糖啊，甲食蛋糕，袂使干那啉酒，靠迄个alcohol，靠迄个酒精来，互你杀菌。对，袂使安尼啊，咱就一定不行。所以我即马讲的就是，大家爱想这。是啦，我想当然你若是我头拄讲的，你会当选择讲你感染了自然感染的保护，但是大家莫袂记，每一个人面对的情境无共。时大若有的时，你感染互伊，是毋是伊都无法度，这爱考虑。所以每一样状况拢无共。啊，你台上倒来，大家一定会问。伊若伫唾液确诊阳性的，你的厝的密切就马上就会问你这个问题。啊，你的当局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？啊，我是讲，因为虽然咱即马我头拄也讲过，无毋对，咱的疫苗对这个感染无一定有效。但是普通来讲，我感觉伊会互你的镜头会较轻啦。吼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较安全嘛是会较轻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你爱去家己去决定这个代志。吼，啊，你要出国，啊，你要厝的时有人回来有时大，你这两个你家己去决，你会当选择讲你感染来保护你家己，你康复了，但是你爱想到你的身躯，你身体的。免疫状态，哦，所以这嘛是你爱甲临床医生所讨论者，哦，所以我毋则讲，阮讲的是叫做精准双价疫苗施打，
阮并无讲每一个人都已经爱去拍。阮足早已经改变这个论点，所以讲这个物件甲流感同款，像那流感你爱拍囡仔，爱拍老人，中的人爱拍壮年，因为伊有自然感染的免疫保护力啊，伊感染了无症状，伊就康复了，伊就保护嘛。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咧思考疫苗的施打的决策。但是即摆咱面临台商，即摆台积电是要等啊。你看伊要绕过小三通，伊就惊医疗能量无够，因为医疗能量嘛有重症出来。啊，我讲你即摆就刚寿卿讲的，即摆4剂追加剂足加40尔，是毋是？拍都无够。无够嘛，啊，所以你不同情境一定爱思考讲，伫不同情境你做的决策一定爱无共。所以这个大家爱思考一下，因为大家对这类代志，就是刚才讲咱头先讲的说，很多人还是没办法逃离被感染的那种，很想做天选之人呐。嘿嘿，可是就是说这个是很，我这时候要去掉的观念一定要去掉观念，所以我才说这叫幸福防疫。你要幸福防疫就要走上真正的。寿卿你有型哦？无，我拄仔就想要讲这件代志，讲可是阮嘛毋是挑工要做天选之人，毋是挑工。嘿啦，无我就讲我是像讲阮真认真啊，洗手啊，做喙安啊，好好啊困啊，甲即马看起来无感染。可老师都有讲吼，住3栋的人，其实真侪人可能感染嘛无啥物镜头，无一定，阮嘛无一定知影阮有感染无。所以我感觉，真济我就感觉真趣味，即摆北医是毋是应该互咱一个服务，讲我万能去验看卖我有得过无？什么我得过，你免紧张啊，我就是3栋叫第一栋的吼。啊，无啥准啦，因为你去看迄个，毋是迄个 N 抗体吼，差不多一半的人有尔啦。你就是迄个丢过的人，内面有一半的人才看会出来。但是较重要的是吼，你若要知影你有抗体无，你就看 S 抗体就会使啊。也是验得出来啦，也是验得出来，验得出来吼，寿卿来咧。对，迄样子我就想讲，可能有一寡人伊。真正第一个，毋是逐个人拢敢若共款啦。有诶公司讲上班爱快筛，啊有诶像阮录影进行爱快筛，所以真侪人有得过啊，有染过了，毋知你知哦。你也是身体较好诶人，啊有风险3栋拢有住，你可能根本就无啥知影，啊无啥知影这个人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无一定我用去验看卖，第一个我有对无？啊，种第二件代志就是讲。总讲也无对，咱再来讲是精准吼。啊，我要出国创啥，我可能爱去做。对。可另外一件代志，其实我较烦恼是啥知影？就是因为吼，老师都有讲哦，咱第三件代志，咱讲是安那，莫互咱画着了后变重症，还是变较严重？啊，就是讲，总讲我一开始有症头，尤其是这免疫较无好的这人，一开始有症头，咱来赶紧发觉，赶紧用药啊。吼，可是问题就是讲吼，即马寒天来啊，啥物病着拢足共的，你知吼？对啊，所以你快紧快就阮后生吼，流鼻水也有啦，发烧也有啦，安尼啊已经个外月啊啦。毋知伊到底是流感，还是 RSV， 有当时验无啦。嘿，即摆验有啦。佫着啦，嘿啦。啊，这真麻烦呢。就是讲用药的时机就变。食的药啊，拢差不多。没有啊，你知吼，足麻烦的，就是讲到底是。即摆情形，啥物款的人，伊总共啊开始出现症头，咱爱甲伊建议讲，伊是厝的快筛用，啊无就无代志。伊讲厝的先快筛用，无啊，搁来去病院，确定讲啊到底是流感，还是 RSV， 还是你快筛话了无够深。是啊，陈老师像这种的，我是感觉讲这讲的拢是一个问题，无毋对。毋过你若讲你快筛无验出来，老实讲，你若是轻症甲无症状，啊康复就好去啊。你嘛，就敢若流感共款，所以你也毋免感觉讲这有啥物大的问题。你若有症状，你就紧去寻求就医，啊伊就看是 RSV 啊，是说 RSV 5岁以上是普通来讲是无要紧嘛，是2岁以下嘛，所以反正伊每一种病拢无医生存在。医护的存在的道理是啥？你就照正常回归正常的医护就好啊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就是我头拄仔讲的，讲Omicron伊就会干扰咱的医护能量安尼尔。啊，其实你医护回到正常就是正常化嘛。但是即摆就是讲，咱即摆无法度，咱的心情无法度回到正常化。嘿啦，就感觉足烦的。所以咱来紧转去啊，唔通定定用这个疫情的物件来当做一种讲安尼，因为影响到生产的因素。你看中国大陆，我跟你讲，伊想了会变做。就讲你确诊了马上去做工课啊，然后影响做，因为你大家拢去确诊的时阵啊，上要去做工课啊，伊解封都无好去啊。所以你要知影这是
这是一个民生的问题耶。我到最后是一个，对啊有时候，但是你他引起我一个问题，嘛要问何老师，啊，这达丢隔离5天这项代志，当时会使取消，啊，丢啊，干嘛多？咱若丢，但必须要是厝的隔离才有5天嘛。即马阿个应该真应该是唔免啦，无咧管你啊。但是即马就是伊即马会甲即个病吼分类。因为咱嘛爱是爱同步嘛，嘛是看先生嘛是会同步。会同步，但是伊即马若甲伊变做第四类，就唔免啦，这就拢。啊，当时会当变做第4类，安尼我不如安尼。过年完啦。这就是中国疫情了嘛，伊就春节，所以伊唔只乙类乙管变做乙类甲管变做乙类乙管，伊嘛是同款的问题啊。所以这就是 WHO 嘛是咧等伊安尼，等大家拢安尼嘛。大家拢全世界等伊一个，所以但是我感觉咱台湾吼。过年这10几天的这个时间吼，我感觉指挥中心爱来考虑讲，你有啥物较方便的办法吼，互人你确诊，你若踮咧厝，尤其是老大人还是囡仔，你确诊你确诊吼，快筛阳性的时阵，伊决定会当去摕药啊，互伊。真容易摕到药啊！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，尤其吼，咱兜若有一个人对中国转来，伊个可能是一个阳性的人的时阵，我这个老大人，我若有，我会当无镜头，我嘛来快筛一个。我若是一个有真侪慢性病的人，有真侪共病的人，我嘛会当安尼来做。我若有感觉讲，我有病，有这个有病毒的时阵，我会当来摕我改消了，改。清除掉，这个10天吼，啊若无的时阵，我甲你讲会啥物代志？迄个每一个医学中心的这个急诊，会安尼，就搁吼，这个执政党的搁互骂死。你又没有想到了，你搁乌白来，你就搞到这个急诊室乱七八糟。你上惊搁万不哩搁出现一个囡仔搁送袂出去，搁安怎有诶无对，你即马就要想，就要想好吼，你安怎处理这个人，啊是有一寡人吼，有一寡医生咱来轮班吼，来用电话啊，我来轮班啊，也是政府要多给他们钱啊，这是很多的加班费啊，那你就安尼来想，即马就要开始想安尼，不叫要过年安尼。咱是一个无钱的国家，咱来安尼想。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最近1月15号要取消这些居家照护，其实基层已经有反映出来。吼，伊讲就咧讨论这啊，我是感觉还税移民规矩甲这钱，吼，该开这10天，啊，无我想到要还税移民。啊，即马是上要用到，啊，你个甲私信，你个甲私信，唔是啦，我即马唔是讲啊，你甲这私信，因为你即马是15号要退场嘛，你袂当，你即马袂当退场，你选这个时机退场，你爱考虑着，一定爱甲春节过后才来退。哦，啊，你即马你即马这条钱，这条年还税移民的钱嘛，当用啊，我是安尼讲啦，哦，唔是讲无。但老师啊，何老师你有赞成吗？当然硕基你有赞成吼？我有赞成，可是我有一个但书啦，我感觉讲。总共大家感觉讲，这个电话的问诊吼，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安尼照你讲，咱存在搁较需要。对。所以，总咱这期待的医师，咱即马甲政府讲，咱这边取消，那么希望讲到时阵存在，咱大家爱排出人力吼人力来像老师讲安尼，嘿，讲好，一个社区一个都有偌济医生会用接电话，吼啊，甲用视讯。啊，你免讲，你要过节的时阵就感觉无必要，大家拢会去过节。啊，平常时就讲啊，这属需要阮用爱电话。我讲，咱爱一个逻辑的一致性，吼，所以你也想讲，咱有需要，我讲有啦，即2万外人确诊，你突然讲甲伊讲，按2万外人去倒，大家拢一时啊，拢爱集去实体的所在嘛。我感觉慢慢来，咱看这个人数，甲这个从这嘛是啊，你调降你的到第4级也是了后，咱再来处理这件代志嘛。可老师讲的这件代志，老师讲这件代志就是安那确定、较确保吼，大家咧春节过节这个时阵，因为这个有10天呢，10天，这10天有当时啊，第一个是看到医生。第2个是因为之前有的药啊是无一定你的诊所嘛，是附近的药局啊，是啥物所在，爱确定做这条路是真通顺，供应链爱有通，爱有通，无你到时阵才讲马死啊。可是老师拄仔讲的，咱即马就取消讲这
居家可伤早，开始伤早。都唔对，时间都唔对。时间是1月15号啊，1月15就出现。我想这拢爱联动，包括以3%到5%的专责医院的调整，拢爱随时有应变措施。因为你万一有诶代志，因为你过年这段时间吼，急诊也好，啊，这个冬天才会起病，就这东西，所以你即马甲这迄个退场是一个时间定爱考虑。无啊，随时讲吼。这3年以来吼，真侪基层的医师也好啦，还是教学病医的这个医护人员，已经足切啊，足忝的。上尾一里，上尾半里路啦，大家搁较忍耐。爱较坚持者。对，啊那大家来轮班，大家合作的时候，袂遐艰苦啦。所以他们是较辛苦，袂遐艰苦。其实你基本上。